Audio Jungl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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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dio Jungle.第2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2节目开始，欢迎张雄带来这首《一听配香》，掌声欢迎张雄。谢谢，线上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有我一脚配香，又搁转来故乡。是当时爱轰动，少年袂晓受，失去了心爱的姑娘。为怎样这呢袂这样？恋情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敢要原谅
犹原一脚皮收，又搁转来故乡。彼当时爱轰动，少年袂晓受，失去了心爱的姑娘。为怎样这呢袂正由？恋爱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甘会原谅我。为怎样这呢袂正由？恋爱梦一场，事业袂亲像，不知心爱甘会原谅我。谢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晚间的其中一位评审，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千面王子浩浩。西出就要放予袂记你，旧情绵绵每日脚想也是你，明知你是用花水想，因何偏偏对你钟情？想你。想你，想你，怎样我又搁想起昔日谈恋的港边？青春梦断，你我已经是无望。旧情绵绵心来一想你一人，明知你是有痴也会，因何怎样我无反悔？想你，想你，想你。入淡情的楼台。你惜甘愿看破来拼走，旧情绵绵犹原对你情意厚，明知你是轻薄无情，因何偏偏为你牺牲？想你。想你，想你，怎样哪看风雨哪到，就来受你目屎流。
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全场主持人陈建斌大哥。全球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。第2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第1场初赛就在今天。时间过得很快。我们从试音到第1场初赛，我们其实筹备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。那按惯例，我们请我们的 Mr. Lim Ah Boy 出来讲几句话，给我们的参赛者鼓励鼓励。来，请林顺福老板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林老板你越来越年轻哈。没有了。哇，第一场精神很好。第一场的初赛终于开跑了。是。所以也希望在飞书旁边的观众多多给他们打气，对，给他们加油。是。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福建歌曲比赛可以每年的继续举办下去。对。所以要更多的观众来 support 他们。对。希望所有的选手都尽量的唱。因为看今天的选手都是新面孔。是。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哦。对，我们很开心有新面孔加进来啊。对，刚才听你讲，全球的观众是，全球的观众都在看。我也希望多1、2届哦，发展到台湾、香港，是马来西亚。对，到时就有更多的国家的选手过来参加。对，到时候他们要搭飞机过来比赛。对。今年还是多数是本地人啊。OK。有点马来西亚人啊。是，有一点马来西亚的朋友。好，我们最重要谢谢李麻伯先生大力的赞助，我们才有这个比赛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OK， 那有比赛，当然就有把关的评判。那我们评判到底是谁呢？介绍第1位，那就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艺人，他就是来自台湾的许琼芳。是的，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季琼凡。又看到我了，对不对呀？非常的期待哦。那所有的参赛的朋友，你们要加油，我们评判也要加油，一起加油。谢谢许琼芳。那么第2位呢，也是非常资深的艺人，那就是林如萍。是的，大家好，还有线上的朋友多多支持。那第2届的这个比赛开始了，赶上来比赛的当然都是有料的，隆重有料的哦，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哦。是什么料我唔知但看了就知。好，接下来这位也是在新加坡奋斗超过10年，也建立了很强大的粉丝团，那也是来自台湾的浩浩。是的，线上的朋友大家好。那第2届的这个比赛已经开始，然后呢，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现在赶快帮我们 like and share， 然后分享到各大的群组、各大网页、各大的社团，当然跟我们一起来当评审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浩浩。3位评审辛苦了哈。那同时要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是最辛苦的，就是我们的伴奏老师艾文老师。OK， 那艾文老师一个人要伴奏15位歌手，而且之前节目开播之前已经经过了1轮的这个彩排，所以他现在会不会精疲力尽呢？应该不会了刚刚喝了1罐鸡精应该是精神很强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的第1场初赛。那第1位参赛者是编号1的徐天赐带来的这首闽南语歌曲是《眼中泪眼中泪》，欢迎。大家好，评审好，老师好。
伫那个南州有相片，拢无应声，好几年。心爱的莫伤悲，我毋是故意。讲话大声，迄拢是我的志气。你是掌上明珠，却陪我淡如水。你将委屈的心，想装伫枕头边。别人若笑你痴，你讲辛苦你休甜。我的不甘心痛，已经袂醒。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一滴泪，比如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。莫离开，我袂当无你。袂当予你的付出等无消息。那个南州有相片，拢无应声，好几年。心爱的莫伤悲，我毋是故意。讲话大声，迄拢是我的志气。掌上明珠，却陪我淡如水。你将委屈的心，想装伫枕头边。别人若笑你痴，你讲辛苦你休甜。我的不甘心痛，已经袂醒。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一滴泪，滴入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。莫离开，我袂当无你，袂当予你的付出等无消息。我眼中的一滴泪，一滴泪，滴入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。莫离开，我袂当无你，袂当予你的付出等无消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天赐，哎，相当稳了。我记得他好像去年有来，好，琼芳你记得吗？啊？新朋友。哦，新朋友。对。哦，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呢，这个比赛哈，抽签的方式是吗，老师？是哈，抽到第一个。应该都很紧张，但是他今天嚯，老神在在嘞，啊，
一点紧张都无，安尼款哦，佫真有感情安尼款，哇，唱歌安尼款很有感情，不错。好，谢谢雄芳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本来是编号2的和声配，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马来西亚，因为某种原因呢出不来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到第4场的初赛再现身哈。OK， 现在欢迎编号3的黄亚春带来的歌曲是《买醉》。谢谢大家，3位评判好。水是为了爱情不如意，一时才来想袂开。你明明知影，阮袂当无你，也是有心做你去。热恋的时，甜言蜜语，变心的时，无讲你。叫我要安怎才会离？演戏，演戏，参酒甲啉落去，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。要醉是为着爱情不如意，一时才来想袂开。你明明知影，阮袂当无你，也是有心做你去。热恋的时，甜言蜜语，变心的时。无讲你，叫我要安怎才会离？演戏，演戏，参酒甲啉落去，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。恋的时，甜言蜜语，变心的时，无讲你，叫我要安怎才会离？演戏，演戏，参酒甲啉落去，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。谢老师，谢谢黄雅春，谢谢。好，杯嘴，这是罗时丰的歌。如萍，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？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比赛吧？哈，第一次吗？哇，看到跟他是特别比赛的，因为真在啊，真有经验，而且这个台风也不错，唱得很好哦。都希望你可以这过关斩将。还有一句话讲个歹听，讲趁食卡。其实袂安尼，袂使安尼讲人啦，吼。人参加比赛是为了家己进步嘛。对啊，比赛愈比愈有经验啊。所以经常比赛的人就叫伊趁食卡。迄是无你会人叫伊。OK， 好，那么紧接着下来我们要邀请的这一位是编号4的罗小娇，伊要唱的歌是《想厝的心情》。谢谢大家好。
惜阮。这时阵山内披头霜，目屎忍不住滴落胸前。孤勇的厝内，妈妈的交代，阮是思念你对阮的爱。寒冷的冬天，孤单路中，看阮厝，我寂寞心情。看人的厝内，温暖的家庭，怎样阮是无人疼惜阮？这时阵山内披头霜，目屎忍不住滴落胸前。孤勇的厝内，妈妈的交代，阮是思念你对阮的爱。这时阵山内披头霜，目屎忍不住滴落胸前。孤勇的厝内，妈妈的交代，阮是思念你对阮的爱。请留步，请留步啊！这个我看你唱的，唱的挺好啊！我看你唱的蛮稳的，是不是经常有参加比赛？偶尔啦，我曾经去过一次黄金年华，可是一次就给他出来了，啊，一次就给他出来，好紧张哦。这个什么华语啊？有一次就给他出来，不好意思，好紧张。哇！我要3次才出来。你意思说试音都不进这样啊？试音进，可是一轮初赛就出来了，对，初赛就给。所以，那你认为这一次的闽南语歌唱大赛，你会初赛就出来吗？也是一次就出来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希望有机会。我好，你秋亮很窄嘛哈。很窄，他一出来的他的一开始的稳定度就已经很好了，然后我就看他越唱，哎，你到了最后的半遍的副歌的时候，越唱越稳，然后你呢，那个整个感情都进入了状况，我有感受得到。只是最后的那个马赛琳那个高音的时候，有一点点没有很，但是那不会足以扣分的状况，因为你的整个情感、整个稳定度，然后整个还有鼻腔共鸣的一些地方都做得很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听了评语应该放心了哈，应该可能会有2、3次才出来。谢谢。哦，这个华语的语法，现在新加坡人讲话啊，就是没有章法的，因为受方言的影响，这拜就出来了哦，一次就给他出来啊。来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编号5的，王维乐，他带来的歌曲是《玻璃的简胚》。谢谢建斌大哥。
三位评审好，线上的朋友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带来的歌曲是黄怡玲的《玻璃的镜批》。讲闪电四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。阿嬷不捌你，但是有一张情批写予伊，经过几十年不捌拆开，伊讲啥你不如相思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相思何必？无留伴你，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相思何必？失去情花拢无你，痴心变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花是写什么？伊讲一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相思何必？无留伴你，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相思何必？山盟海誓也失去，情花拢无你，痴心变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花是写什么？伊讲一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伊讲一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魂开。好，请留步。维乐今年30岁哈，是的，奇怪的，你好像是变声变不过哈，还是那种真笑脸的声哈，那种小孩子的声音。谢谢。很细这嫩。个夸奖了哈。真的好像我们会变声嘛哈，10多岁的时候，他好像在保留那种少年的那种娃娃音这样。谢谢谢谢。哦，琼芳你觉得？我看了一下，30岁哈，就笑脸的啦。哦，所以他刚开始在唱的时候，我感觉到，哎，为什么年轻人唱这个福建歌，跟我们这些老的唱都不太一样？哎，他好像有一点这样，好像有一点那种新式的对年轻人的唱法。新款呢？哎，可是到了他副歌的时候，哎，我又感觉到他好像有回神了。
有倒转来呢。拄拄开始的时阵哦，头头在变大的呢。啊，变大可不要紧哦，甲底下敢若很懒散啊。啊，你吹无开啊，对，啊，其实她声音是蛮漂亮的啊，高音一点点，只酥酥了娘娘啊，安尼再上得去的话，那就更好。哎，年轻人跟老人家真的不一样，恭喜你哦，30岁能唱这样不错的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维乐，加油。谢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这一位呢，我记得去年他有来过，刘安妮带来的是河中的垃圾会，哇，这个垃圾会，落雨够垃圾会。谢谢建明大哥，大家好，是我想唱一首新歌《河中的垃圾会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感谢林马博先生的义举，我又有参与了。希望也可以考验我自己，评审对我的评分，谢谢。云随风飞，伤心飘落伫落目睭底。我的情是如恁的情话，敢看无我的心不是你的。云随风飞，风琴声落伫落目睭底。我的情是如恁的情话，敢看无我的心不是你的。想来陪河中的蜡只花，像人的缘。爱着你意乱情迷，想要带你飞，我想地来厝边改变幸福的命题。想来陪河中的蜡只
来了哈。是。哎，上一次你走到哪一个位置？我走到10大。10大里面。是的，很荣幸。哦，有进入大决赛就对了。是的。不错不错。应该是在一半吧。这次有没有一个目标说要拿冠军？冠军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老实说。还是进10大就够了哈。是的。像我一样的哈，进10大就好。我还要很多次才出。OK， 好，今天唱的怎么样？如萍。我记得你说你上一次你来，你说你是在日本公司做工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你选歌很厉害，都是选一些就是好像日本演歌这样的哈，所以很适合你的声线。只有开头的第一句可能这个音比较含糊一点，那其余的都 OK。那你选歌很重要，因为适合你自己的声线，而且你知道你什么最强哦，所以我相信你。有机会了哈，跟建斌一样啊，再次进10大。OK， 今年回来看到你好像胖了吗？啊？搞到我淡薄安尼哦。是的，这疫情真的给我重了很多公斤。是，要瘦一点吗？要。找我啊！我教你怎么瘦下来。谢谢徐明长。谢谢安妮，很可爱的哈。接下来这位参赛者叫国龙啊，那么他出场之前跟我做一个表情，好像哇假了。不过我跟他讲，早晚是要唱了哈。来，国龙，哦，那无信心嘛？啊？麦讲话，应该麦讲话，无信心嘛？差不多了。无啦，到你唱，你敢唱哦 ？OK， 尽量出去哦，免惊。爱在 ，OK， 唱什么歌？爱是咱的歌。啊，爱是咱的歌。哦，什么人？汪丽友。汪丽友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好好的唱。是阮的命，生命因为你，亲像冬天的温泉。路有偌歹行，手若空你就毋惊。雨管伊落单，你的情就是雨满一粒汗，因为你变成一条歌。你我相爱是有命，伤心听袂散。你陪若无你，愈甲是愈寒。你我可比做长山，对若当心愈活。一路到永远，用爱留名，爱你到最后的一会老大。孤单，因为你已经不是阮的命，生命因为你，亲像冬天的温泉。路有偌歹行，手若空你就毋惊。雨管伊落单，你的情就是雨满一粒汗。因为你变成一条歌，你我相爱是有命，伤心听袂散。你陪若无你，愈甲是愈寒。
你我可比水长山，泪若当心愈活，一路到永远，用爱留名，爱你到最后的一滴血流干。相爱是有命，伤心听袂散。美配若无你，愈加是愈大。你我可比做长山，泪若当心愈活。一路到永远，用爱留名，爱你到最后的一滴血。老大，国良，谢谢。哇，国龙，真的，哇，头一摆比赛啊，你是头一摆比赛，哇，看你紧张甲面青青、嘴唇白白安尼，强要死去，敢若掠你去抬头的。头一摆哦，真紧张吼，吼，是毋是啦？歹势啊！啊，不要紧啦。做什么代志拢要有头一摆嘛，吼。那你也加参加这款比赛，吼。那是有经验了，下摆吼，你就较好嘛，吼，表现会较好。所以头前是真正紧张吼，好。OK， 好，是，好，安怎安怎？你有代志是无？我甲你讲话，你直直要走啊？OK， 你做。哦，你做讲。你这款哦，就是一摆就出的。这就是一摆就出的。对。哦，这真现实嘛，这拄在你紧张甲你款吼，无可能会入复赛。我知。但是不要紧，你定要有头一摆，对不对？你人生中的头一摆，哦，来谁来讲评啊？我觉得国龙大哥真的是很可爱啊！我先给你的年纪，给你掌声哈！70岁了耶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而且话没出的，对啊，而且他真的就是年轻人的体态啊！但是紧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都在旁边给你加油。对，所以你不用害，我感觉你也是很害羞的一位啊，你哦，很怕听到我们讲评哦。会讲真歹势，袂歹势。啊，头一摆惊，第二摆听，第三摆才会变。哦，对。哦，你头一摆高音嘛是紧张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高音迄天你有紧张无？有紧张，惊到紧张的嘛。OK。哦，现在讲了就袂紧张了哈。所以歌唱比赛也是这样哈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参加。OK， 好，感谢。好，接着下来轮到编号8的子轩，他要带来的歌曲是《洗金》呢。谢谢，3位评审好，大家好。
真的，真的紧张无？我看你还未出场就咧皮皮喘，真紧张，有影紧张哦。头一摆比赛，头一摆比赛，你是福建人啊？福建人，对。安尼唱了啥款啊？问琼芳一下。什么人头一摆嘛是紧张的，对不对哈？对。那我是觉得，如果这首歌哈，因为这首歌它的音域哈，高的地方也是蛮高的，对不对？低的地方有一点点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你再降半个 key， 可能会更好。就是这首歌哈，好像有一点高哦，然后呢，紧张那个节奏呢，又有一点点乱了，一点点嘛你啊，改进了就会更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哦！谢谢。哇，这琼芳啊，就是怎么样，心肠很好，什么拢是一点点嘛呢？你们所有的错误，拢总是一点点嘛呢？无严重啦，一点点嘛呢？好，继续加油哈！谢谢你，谢谢子轩。好，紧接着下来要出场的是编号9号的林庆龙带来的歌曲《雨伞情》。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雨伞情》。原是落雨面举伞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偎，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恋共有脚纸无嘛准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原是落雨面举伞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偎，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恋共有脚纸无嘛准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
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酒桌，伊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外头是阮的孤单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雨伞前，林庆龙，你好。老师好。呀，去年没有来参加比赛。没有，去年没有。为什么没有来呢？你唱的不错。本来想跟姐姐弟弟才参加，他们没有要参加，所以我就没有来。哦，你姐姐弟弟也是唱福建歌，你叫他们参加，他们不要你就不来。今年他们也是不要参加，也是不要。为什么你又来？看了上一届，所以我决定来。已经错过了一届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姐姐的话也不要听了，不要听太多啊。约了他们要来比赛，他们都没有兴趣。哦，是。啊，所以今年他们还是不要来，所以我决定来。是了，你已经确定不能再听他们的话了。呀，OK， 福建歌为什么喜欢唱福建歌？第一是福建人啊，福建人啊。那再来就是对福建歌有很多感情啊，词跟曲都很妙。是是。所以能够投入那个歌曲里面，你会唱出很多人的心情。哦，就唱福建歌会唱到嘴油油这样吗？啊，会吗？你的嘴很油了。涂 lip balm。哦，你涂。我是奇怪，唱福建歌会唱到嘴油油这样。嘴会干。来，卢平。对你应该早就来参加了嘛啊，到今年的第二届了，所以决定不要再错过。其实你唱得很不错，只是可能你是第一次比赛吗？真的哦，哇！我们今天的很多参赛者都是第一次哦，很好，看到很多新脸孔，很多新朋友。那只是说每一句哦，不是说全部啦，就是有几句后面的音不太稳，就有一点飘。哦，我今天你给被照起来，你看那基本上呢，这首歌你都演绎得蛮不错，感情方面也是唱得很好。因为这首歌老实说也是不太容易唱的，也是高低音差蛮多的哦。对，也很多转音，还 OK。那呀，希望你能够下一次能够看到你。谢谢老师。能不能进复赛就要看，因为60位歌手演唱完毕，我们总结就砍掉一半。所以只有30位可以进入复赛，好不好？希望有机会。希望。谢谢谢老师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接着下来是编号10的张小燕，她要演唱的歌曲是《如林的一星》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老师好，建平大哥好。有啥秘密？梦中又惊醒，两撮泪写出我爱你。如今的一生，总是放也放袂开，爱恨的心夜夜甜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全忘交予你。生命中找无人代替。
梦中又惊醒，两串泪声出我爱你。如今的一生，总是放也放袂开，爱恨的心夜夜甜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啊，想你最爱的彼个你，望你回来阮身边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啊，想你最爱的彼个你，望你回来阮身边。张小燕哦，哎也振宇哥你好新面孔啊，去年没有来，没有来，为什么去年不参我加？不懂要怎么参加。不懂要怎样参加？然后我又是第一次 Zoom 哈，那天我比赛是多么的紧张，下着雨骑脚车回家。啊，去年呢、就今年啊？今年呢、今年下雨骑脚车回家 Zoom。去 Zoom 对。哦。很紧张。要回家才能 Zoom。我头发也是很乱。在外面也是可以 Zoom 的。我做工的地方不是要回到家才可以 Zoom 的。我做工的地方不允许。你在咖啡店也可以 Zoom， 你在厕所也可以 Zoom， 哪里都可以 Zoom。因为我不会，我我还要女儿帮我弄。所以我们要。我是第一次。所以我们政府说，我们年长者要数码化，就是这样。对。要学习这些数码化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来也唱得不错啊，我们听听啊，浩浩怎么讲。小燕很会选歌，然后基本上你的声音已经是你一大的优势了。然后呢，你控制得非常好，好像有的人拿麦克风，他音量大小声他不会控制，但是你在拿麦克风，你从头到尾没有拉麦，没有拉到麦克风，但是你声音都控制得很好，也让我们都听得很舒服。而且你在很多的这个很多字哈，有一些字的一个字而已，你就可以转2个音了，转得相当的好，我有听出来。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。OK， 我们这一次参赛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是15岁，啊，我还希望真的有5岁的来唱，不过15岁算是最年轻了。好，我们把他请出来，李文聪。Hello， 老师们好。你好，医生老师好。你看，零件都还没有长齐。啊，还会再长大的，对不对？你还会再长高啊！哈，15岁，哎，听说你是网红啊？经常有在以前在 Facebook 带货是吧？是，有吗？有卖很久以前了。啊，为什么讲很久以前？没有，因为9月，去年还是前年的9月，我有在 Facebook 卖东西啊。对，但是慢慢要去学校，我就没有卖了。哦，要上学，就没有再卖了。是。哦，以前卖什么？衣服啊，海鲜。卖得好吗？还好。很好啊。还好。还好是怎样好？还好了。啊。就是几个人下单？我下单我不记得，但是在线观看有，最多的一次是1000多了。哇，线上有1000多人观看，哦，这样你来跟我搭档了，好不好？来帮我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跟我搭档。好，你如果跟我搭档的话，你就比较有希望。为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讲什么。不要误会啊。
今天要唱什么歌？母乳。你这唔正经呢？15岁了要唱母乳，你无唱什么母亲呐、父亲的歌吼？你知影什么叫母乳？就是什么？伫跳舞的咯，伫 club 啊跳舞的咯。是家己跳还是陪人跳？陪人跳。哦，安尼你本知哦，是恁老爸甲你讲的。啊，还是恁老爸带你去 club？ 无啦。袂使你讲袂到迄声。OK， 来，好，你要唱母乳哦，我边头好好甲你看吼，看你安怎唱，莫有压力。OK， 敢唱，好 OK， 可以。来，李文聪。打扮着窈窕的模样，陪人客摇来摇去，人客也对阮讲甲乱乱混混，因我心伤悲。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？暗暗流着目屎，也是加甲笑嗨嗨来跳舞，脚步若是叮当，不管伊是啥人，甲伊当作面梦。有嘞哈！我拖着叮当的脚步，伴音乐洗来洗去，洗来洗去，人客也对阮讲甲乱乱混混，因我心有无。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？暗暗流着目屎，也是加甲笑嗨嗨来跳舞，脚步若是叮当，不管伊是啥人，甲伊当作面梦。有嘞，来跳舞哦！好，斗卡斗笑哦！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？暗暗流着目屎，也是加甲笑嗨嗨来跳舞，脚步若是叮当，不管伊是啥人，甲伊当作面梦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你觉得你唱的好不好？还好啦，就是没有那么好了。我觉得啦。还好，没有那么好，还是西北不好。拢中啦，拢中了。参啦。Are you enjoy？ 呀。呀，你是来 enjoy 这个舞台啊？不过真的，你这个年龄不适合唱母乳。不使唱母乳了，你要唱姐姐妹妹站起来。还是心头吧，心头吧啊对，你要唱这款歌，唱母乳你就袂甘咧，你就唔捌木嘅母乳，你唱母乳，对唔对？你看到你两个坐摆刀啊，你看到是西北老嘅母乳，老笑啦。我那是妈咪，你係咪是？其實我咪曉唱3號媽咪啦。會曉咩？我唔相信。
来，你唱几句来听？老师来，给他一个 key， 男生的 key。三号妈咪啊 ，OK， 来，5、6、7、8。古时我做舞女，哎呦，当今的做妈咪哦，点牛伫边，洗来洗去，陪人客笑眯眯。父女甲妈咪互相爱支持，人客若来找我妈咪哦，入来做啦，只要你小通知，白车不要带出去，拢好我来排比。Lovely，要我妈咪嘛也可以。哎呦，最佳娱乐，最佳娱乐。哇，曾经让后继有人了。不错不错，哎，你也在表演啊？你要现在读书读几年级？中三。中三啊？几岁？15岁16是中4，对对，好好读书了哈。这些舞女啊，等你长大再去哈，再来想哈。还有妈咪啊，这些都不是你现在想的啊。等你出来社会工作，你再去找妈咪。可以。OK。对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参加。谢谢评审。谢谢，感谢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小朋友太搞笑了！你看他很有喜感，那个脸，看了就很开心哦。对。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演呐，这一次这个歌唱比赛过后，他中3对不对？你在学校哈大红大紫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真的是太厉害，太有喜感了。可是哈，音感真的是很差。对，你可以演戏。你的喜感好，音感差。可是还好，你不知道是神帮助你啊！你们一直到副歌，你都倒转来了。哦。头前的 key 唔知几个啊，乱七八糟。但是中间的时候他又回来了。半途羊癫疯一下，然后最后又回来。他自己很 enjoy， 不错不错。可是他应该去演戏。是，可是海选的时候，我看他唱那个什么《爱琳对朗照》，真的很好哎。可是今天可能是选的，你应该选《沙河妈咪》会更好。没有，他应该唱《有时好好，有时头风》，懂吗 ？OK， 拜拜，拜拜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也邀请的是编号12的陈美华，《长崎蝴蝶姑娘》。哎，这也是一个日语翻译歌曲。谢谢大家好，3位评判好。Nagasaki. 情
个撒去你的肚子。一声轻轻带着迷恋的，风看的放进来酒滚一人，思念你的影，浮在阮人情。好阮来难忘的青涩的目睭，处处酸，处处酸。撒去你的肚子。谢谢。张美华啊，你好。陈跟你一样姓陈。啊，你姓陈啊？为什么？哦，陈美华，sorry。看到后面那个张世荣和陈美华，我敢肯定。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歌星，不是？不是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为什么歌唱的这样的，哇，很不错嘞？我是觉得。喜欢唱歌。你喜欢唱歌，从几岁就开始喜欢唱歌？不懂，小时候就一直听歌了。哦，小时候一直听歌哦，从来没有比赛过。没有。没有，第一次。有去黄金年华。哦，有去黄金有进过吗？没有了。哦，连一次都没有。还没有开始一次就出了啊！哦，他够个假了，进都没有进就出了，所以就没有信心。是，所以不过人是要建立自己的自信哈。我们这个平台就是给你们喜欢闽南语歌曲的朋友来建立你的信心。来，我们问问如萍她唱的怎么样？你喜欢唱歌，我觉得哈，你声线是不错，可是你整首歌都是用很柔的音在唱。没有轻重音的之分别哈，因为有些地方有些你要唱的，就是不是每一首都是好像那能拖着啊那款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正喜欢唱歌，可以去找老师，那个老师可以再跟你我有找你啊。你有找我？你有找他吗？那是你登报纸嘛，可是找你没有回应。哦，我没有回音了。哎呀，这段姻缘就这样错过。看啊，你看啊，那人家拜你为师啊，那个招摩羯啊，你看，哎，好，你再找找看，看看找得到吗？好，加油加油！唱得不错了，好，谢谢啊，可以还有进步的空间啊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编号13，张世荣。男人的汗。大家好。人行到这，地位亲像山，才知新鲜也孤单。生命越头看，风云起变化，谁知雨水掺花干。总可双手家己拼，踏中路找无故乡名，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饭。镜头双平担，旧时路，看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地无所在行。一生风雨，啥物才试得担？一
一支查甫人的歌。人生行到这，地位亲像山，才知新鲜也孤单。生命越头破，风云起变化，谁知雨水掺花寒。总可双手家己拼，他乡路却无故乡名，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碗。镜头双边打，旧时路伴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。一生风雨，啥物才饲得大？一支查甫人的歌，他乡路却无故乡名，孤单行，为着一顿白米碗。镜头双边打，旧时路伴阮今日行，笑过去，伤心找无所在行。一生风雨，啥物才饲得大？一支查甫人的歌。谢谢。张世荣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闽南语歌唱大赛，5年也转不来，5年都无错，都无错，先看埋头，先观察先，对不对？看看人家怎么比。今年有大来啊！靠有大人不？今天选的歌《男人的汗》是非常有江湖味的，我们的张世荣的打扮也是非常的江湖啊，很配合歌曲。来，是浩浩。我觉得演绎的非常好，但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，你可以再斟酌一下，就是从头到尾不要一直看地上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东西，因为你一声音一出来，你的 power、你的抖音全部，我相信你的抖音是很自然的，所以我们听起来会很舒服。但是要记得，就是你在情感堆叠的方面，就是变成我们一开始听你唱第一遍很好听，第二遍还 OK， 第三遍的副歌我们就觉得有点咸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情感层次越堆叠越满，所以一开始你就已经释放了很多的情感，但后面我们觉得还有什么东西的，所以这个小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很好了。谢谢。所以就3遍歌就是这样咯，最后一遍要最不一样，要最特别，可能爆发力最强。好，所以前面不要爆到光，好，对，就是不要一下就脱光了。一件一件脱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张世荣，谢谢。好，节目进行到这里，还有2位参赛者。我们每一次初赛呢都有15位，当然今天有一位是马来西亚参赛者不能来，我们移到第4场初赛，所以就总共14位。现在编号14的福凤妹带来的是《青春无价》。谢谢。大家好，3位评审好。
作婚姻，爱甲泪连连，将心放予陪，等你回来找。满天风，满天雪，若无你陪，不如将情纸孤单落花。作婚姻，爱甲泪连连，将心放予陪，等你回来找。满天风，满天雪，若无你陪，不如将情纸孤单落花。20岁哦，刚才是15岁，现在是20岁，是很年轻的一位参赛者哈。你现在在工作还是念书？现在在做工了。在做工了哈。为什么喜欢闽南语歌？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唱闽南语歌曲，就是本来我不知道那个意思，然后渐渐就慢慢知道那意思了，之后就越唱越喜欢。哦，对，爱上了闽南语。不是受阿嬷阿公的影响。不是，我全家人没有人会唱歌，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你是受谁的影响？闽南语歌？应该是我爸爸吧，就是以前小时候他就会买 CD 啊这些回来，就是他就会开，然后我就这样跟住唱。是，所以你们是福建人呐？不是，海南人。海南人，哦，姓福。海南人。海南人多哈，所以因为爸爸喜欢福建歌。对，其实我们什么歌都听了，还有泰国歌什么都有的，对。很杂了哈，因为他刚刚进来，我还以为是马来同胞。没有，我是一半泰国人。哦，一半泰国哦。对，我妈妈是泰国人。哦，你妈妈泰国人，怪不得。OK， 好，
到琼芳来讲评一下。20岁啊，还是小妹妹哈。可是呢，我们坐在这边听她唱歌，她好像很有经验呢。有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？有哈。所以呢，她很稳健，精摘呀。可是呢，音色是很美，非常，你的声音真的很甜。谢谢。像现在这样子笑就更甜了。整首歌唱下来哈，就在听你的歌，袂使看你的人，因为你都无笑呢。这个笑容哈，很有杀伤力的，你懂吗？间奏的时候啊，露一点笑容，这样，你看哦，塞一个目尾一个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加很多分的，所以呢，他的声音很美，我喜欢。谢谢。谢谢琼芳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加油。好，很快的来到最后一位参赛者，编号15的陈有兴，他要唱的歌是《落雨声》。谢谢大家，各位评判好，艾文老师好。现在要为你带来一首就是方文山作词和周杰伦作曲的，张惠演唱的《落雨声》，谢谢。雨声若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阮外头甲听，会向个我，你的来去为寒，经无的雨声对阮心肝，人孤单。情长刺的鸟只，飞飞行，甲讲心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听你声。阮的心只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连乱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心肝就疼。你若要有好习惯，不免当好野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，阿母啊，已经无伫遐。孤单，情长刺的鸟只，飞飞行，甲讲心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听你行。阮的心只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连乱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心肝就疼。
你若要有好时光，免等好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出社会后总要甲人命输赢，为着啥家己不知影？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好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人生讲要来照阿母大，阿母啊，已经无伫遐，到出声无人想。谢谢。陈有兴，哎，也谢谢是第2届才来啊，对第1届没有来参赛。也是没有。是，你是做什么行业？我现在是怎么讲，就是社工吧。哦，社工。对对， OK 就是很喜欢闽南语歌。对对对，对，非常喜欢。是有对经常比赛吗？没有。对，好，就是可能就1、2次吧。是是。对，好，希望这次你会交出好的成绩。我们请浩浩来讲评一下。陈有兴，刚刚我给你的分数没有很高，但是你有渐入佳境。然后稍微比较弱一点点的地方是在你的咬字，然后跟你的转音的部分，因为这首歌有很多很多的转音，但是你用的那种新式的唱法，我觉得也是蛮好听的。然后本身你的音质就不错了，所以后面有加了，最后你的副歌的时候，哇，整个情感都有到位了，所以有加到分了。好， OK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有兴，加油！谢谢。好，线上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第1场的初赛就到这里呢，可以说是全部结束了。但是成绩不会公布，因为我们要4场的初赛之后，60位演唱完毕，我们选出30位分数最高的进入我们的复赛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觉得节目好看的话，帮我们分享出去。那在这里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 Mr. Lima Boy， 我们的林顺福老板，也要谢谢立新网络直播台，帮我们分享这个节目。那同时也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。我们来看看进入大决赛的歌手可以获得怎么样的奖金奖品。冠军可以获得现金6888加奖杯1座，还有我们的阿莫床褥，哇，是多少钱的床褥啊？是4999，还有丢亨卡拉 OK 赞助瓦苏卡卡拉 OK 器材，价值3999。亚军可以获得3888元现金以及奖杯1座，还有阿莫牌的这个床褥，价值1500。对不起，还有阿莫牌的床褥，价值2399。丢亨卡拉 OK 的瓦苏卡，价值2999。季军可以获得现金1888，加上奖杯1座，还有阿莫床褥，价值1299，以及丢亨卡拉 OK 瓦苏卡，价值1999，以及7份安慰奖，现金500元。哇，奖金奖品是不是很丰富啊？谢谢大家。这个时候我要谢谢3位劳苦功高的评判，琼芳、如萍、浩浩，谢谢你们。也要谢谢全场伴奏我们的艾文老师，耶嘿，谢谢你。好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第2场初赛，我们再见。